大家好啊，我係可 Sir。我而家同大家講下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概覽呢個課程。人工智能 AI 正係重塑世界，呢個課程將你深入探索 AI 嘅核心概念同埋應用，從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到自然語言處理。你將會了解到 AI 技術嘅基礎原理同埋最新發展。課程涵蓋實務案例，並且探討 AI 嘅倫理同埋社會影響。透過動手實作，你將會學習利用 AI 幫你工作，為未來進階學習或者係職場應用打下堅實嘅基礎，適合初學者同埋希望系統性理解 AI 嘅學習者。咩嘢叫做人工智能 AI 啊？AI 係模擬人類智慧、學習、推理、決策嘅機器系統，通過算法同埋數據學習，實施感知、推理、決策咁嘅能力。AI 起源於1950年。AI 代表機器模擬智能。AI 係數據科學嘅一個分支，目標係製造能夠好似人類一樣思考嘅機器。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起源於1960年。機器學習係俾機器喺無需編程嘅情況下做出決定。機器學習係 AI 同埋數據科學嘅一個分支項，目標係俾機器透過資料學習進而解決問題。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起源於1970年。深度學習係利用人工神經網絡解決複雜問題。深度學習係機器學習 AI 同埋數據科學嘅一個分支項，目標係建立能夠自動發現特徵、偵測模式嘅神經網絡。人工智能 AI 模擬人類智能嘅技術，能夠令機器執行推理、學習或者決策嘅任務。應用例子包括聊天機械人 ChatGPT。機器學習 ML 係 AI 嘅分支，透過數據訓練模型，俾機器自動改進任務表現，但需要人工設計特徵 Feature Engineering。應用例子包括垃圾郵件過濾。深度學習 DL 係 ML 嘅分支，使用多層神經網絡，譬如係 CNN、RNN， 自動提取特徵，無需人工設計。應用例子包括人臉辨識、語音識別。深度學習係機器學習嘅進化版，模仿人腦神經網絡結構。經典應用包括影像辨識，好似係人臉解鎖嘅卷積神經網絡 CNN， 語音轉文字嘅序列數據處理，同埋 ChatGPT 要用到嘅 Transformer。譬如咁講啊，如果 AI 係智慧汽車呢， ML 呢就係引擎技術， DL 呢就係渦輪增壓引擎。AI 嘅發展史啦。AI 嘅誕生，1950年英國科學家圖靈 Alan Turing 提出圖靈測試，定義機器智能嘅標準。圖靈測試係一個思想實驗嚟判斷邊一個係真人。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 Dartmouth
Conference 首次提出咗 AI 呢個字。1960至1970年就迎嚟咗 AI 嘅第一次高潮啦。1966年 Elisa 第一個嘅聊天機械人就誕生咗啦。而1972年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就開發咗 Siri 呢個第一個具備感知同埋決策能力嘅機械人。但係到咗1974年至到1980年就迎嚟咗 AI 第一次低谷啦。佢個原因呢，就係有一個限制呢，就係算力唔夠啦，同埋數據唔夠啦，所以係引致到呢個低谷嘅產生嘅。但係1980年至到1987年就出現咗第二次高潮啦。喺嗰陣時，專家系統就興起咗啦。企業採用專家系統，好似係醫療診斷 MYCIN 推動呢個 AI 商業化。MYCIN 係1970年由 Stanford University 開發嘅早期嘅專家系統之一。專家系統呢，就係人工智能嘅一個分支，利用專業嘅知識模擬人類專家嘅決策能力。咁呢個 MYCIN 呢，佢主要功能呢，就係診斷特定嘅血液感染，並且推薦呢個治療方案。MYCIN 呢，就使用 Lisp 程式語言編寫嘅。輪到呢個機器學習嘅起步啦。喺1986年，反向傳播演算法 Backpropagation 優化咗神經網絡嘅訓練，但係之後又迎來咗第二次嘅低谷喎。喺1987至到1993年，因為專家系統嘅維護嘅成本係過高啦，所以呢就引致到咗呢個低谷出現啦。咁喺1993年至2021年就出現咗 AI 嘅第三次高潮啦。喺1997年 IBM 嘅深藍 Deep Blue 就擊敗咗俄羅斯嘅西洋棋世界冠軍。2000年至到2010年就係 AI 嘅復興期啦。佢有三個，點解會復興呢？佢有三個關鍵位係突破咗嘅。第一個呢，就係算力嘅提升，GPU 普及同埋係分散式計算嘅興起。第二呢，就係大數據嘅時代來臨咗啦。互聯網產生海量嘅數據俾 AI 去做訓練。第三呢，就係算法嘅革新 CNN 同埋 RNN 嘅出現。呢三個關鍵就係突破咗啦。咁有幾個係里程碑嘅事件嘅，譬如喺2011年 IBM 嘅 Watson 喺美國電視節目《危險邊緣》Jeopardy 入邊呢 AI 係贏出咗嘅。AI 係贏出咗人類嘅。咁喺2012年CNN 嘅 AlexNet 喺 ImageNet 入邊嘅視覺識別挑戰賽入邊呢係攞咗冠軍嘅。呢個對 AI 嘅視覺領域呢就影響好深遠嘅。2016年 AI 嘅 AlphaGo 係擊敗咗圍棋冠軍嘅。好啦，到而家嘅爆發期啦，就係2020年至到而家啦。2017年 Google 嘅研究團隊
發明咗 Transformer。再到2020年 OpenAI 發布咗 ChatGPT 3。2022年 ChatGPT 正式問世，呢個將呢個 AI 就平民化咗佢嚟用。到2024年 ChatGPT 就發布咗 Sora， 呢個係視頻嘅產生系統。睇完呢個 AI 發展史呢，我哋會知道 ChatGPT 呢係令到 AI 發光發亮，令到全世界人都關注 AI 嘅。AI 嘅類型 ，AI 係有3個類型嘅。第一個呢就係弱 AI。弱 AI 呢就係只可以做單一嘅任務，譬如係語音識別啊、圖像分類啊咁樣。佢唔可以舉一反三，亦都冇自我意識。其實我哋而家使用緊嘅 AI 嘅譬如係 ChatGPT 啊，或者係Midjourney 啊，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只係屬於弱嘅 AI 啊。好啊，對上一層呢就係強嘅 AI 啊 ，General AI。佢嘅定義呢就係好似人類一樣呢，係識得學習嘅、推理同埋解決各種問題。亦都可以係有跨領域嘅能力嘅，譬如係又可以寫詩啦，又可以解答數學題啦。呢種 AI 呢，喺而家嘅現實生活入邊呢，係未存在嘅，係唔存在嘅。再對上嘅一種 AI 呢，就係超級 AI 啦 ，Super AI。佢係全面咁樣超越人類嘅智慧。可以引發自我進化嘅能力，甚至到有失控嘅情況出現添。佢嘅智力會超越人類，佢會自我改進循環，即係由 AI 設計一個更強嘅 AI。到時呢，人類存在呢係有一個生存嘅風險嘅。呢一種 AI 呢，喺而家嘅現實生活呢，亦都係唔存在嘅。但係我哋曾經喺某一啲電影呢，係可以見到過呢種嘅 AI 嘅。譬如係2015年嘅復仇者聯盟啊 ，Marvels 嘅 Avengers、Age of Ultron 入邊嘅反派機械人 Ultron 啊，佢就係屬於 Super AI 啦。咁點解Ultron 係屬於 Super AI 呢？因為佢有 Super AI 嘅幾個特徵嘅。第一就係佢超越咗人類嘅自主意識啊。Ultron 可以突破初始程式嘅設定，佢初始程式嘅設定呢，就係保護地球，佢將佢呢自動解讀做消滅人類啊，展現咗自我目標重新定義嘅能力，符合咗超級 AI不受原始指令約束嘅特徵。咁第二樣呢，就係指數級嘅自我進化，佢透過網絡學習全球嘅知識，升級身體材料飯合金，短時間之內從初代嘅機體進化成終極形態，體現咗 Super AI 嘅無限成長潛力。第三呢，就係佢多維度嘅智慧碾壓，譬如係戰略層面啦，佢同時操控全球核武，分裂復仇者聯盟。喺技術層面呢，佢破解咗鋼鐵人裝甲，製造無人軍團。喺哲學層面呢，提出人類係地球病毒嘅文明論述啦。所以呢，
佢可以係定義做 Super AI。嗱，而家講到AI 嘅核心技術之一啦，就係機器學習啦 （machine learning） 啦。machine learning 嘅定義咧，就係俾機器透過數據學習規律嘅。佢有幾種嘅演算法。第一咧就係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通過輸入數據嘅特徵同埋對應嘅輸出標籤結果進行模型訓練，用於預測新數據嘅結果。現今所使用嘅 ML 演算法當中，大約70% 都係監督式學習。呢個算法包括 linear regression 線性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 邏輯回歸、decision tree 決策樹、random forest 隨機森林、KNN naive Bayes classifier、SVM 支持向量機、neural networks 神經網絡等等。佢嘅應用場景呢，包括咗圖像識別、醫療診斷、信用評分等等。監督式學習呢，就好似係有老師嘅教室有解釋啊，有打分啊，俾模型睇大量已經係標註好嘅數據啊 ，labeled data 啊，並且話俾佢聽邊啲係正確㗎，邊啲係錯㗎咁樣。咁另一種呢，就係冇監督式學習 （unsupervised learning）。模型需要自行發現數據中嘅模式、結構或者關聯進行模型訓練。算法包括 K 平均值、K-means clustering 等。應用場景呢，包括市場細分啊、網絡入侵檢測等等。冇監督式學習呢，就好似係自己探索呢個世界啊，去發現其中嘅規律啊。比如話電商平台會根據用戶嘅購買記錄，將用戶分成唔同嘅群體啊。有啲呢就中意運動啊，有啲中意讀書啊、睇書啊。呢一種客戶分群嘅方式呢，就係冇監督式學習嘅一種啦。咁第三種呢，就係半監督式學習，佢係結合咗監督式同埋係冇監督式學習嘅。常見嘅方法呢，就係自監督式學習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對抗式生成網絡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based 生成網絡。生成模型 generator 就屬於係冇監督學習嘅，冇監督式學習嘅。咁佢再加上discriminator 呢個鑑別器呢，呢個係監督式學習呢，兩個結合成呢，就去做呢個生成啊，同埋判斷嗰個圖像呢係咪生成嘅。另外一種呢，就係一致性嘅正規化 consistency regularization。咁應用場景呢，包括醫學影像分析啊、自然語言處理啊 （NLP） 咁樣。咁另一種呢，就係強化學習啦 （reinforcement learning）。模型通過同環境互動，根據獎勵 （award） 信號學習最佳策略。算法包括 Q-learning、深度 Q 網絡等。應用場景包括自動駕駛啊、遊戲 AI 啊、機械人控制咁樣。強化學習呢，就好似係訓練寵物咁樣，係俾啲獎勵啊，同埋俾啲懲罰，去避免佢再做一啲錯嘅行為，不斷試錯去揾到最好嘅解決辦法。譬如係 AlphaGo 捉棋，係不斷學習去找邏輯。
另一個核心技術呢，就係深度學習啦 （deep learning） 同埋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s）。深度學習係機器學習嘅一個子領域，核心係通過多層神經網絡模擬人腦嘅結構，從數據中自動學習高層次特徵。佢喺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 （NLP）、語音識別等嘅領域係表現卓越嘅，並且推動咗現代 AI 嘅快速發展。佢嘅類型包括咗第一種就係卷積神經網絡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咁佢呢就係精於呢個圖像數據嘅。佢通過卷積核提取局部特徵，譬如係邊緣紋理。卷積 （Convolution） 係一種數學運算。透過計算從輸入資料，譬如影像、信號中提取局部特徵，就好似用放大鏡觀察影像嘅每個局部區域，計算區域嘅突出特徵，譬如係邊緣啊、紋理。第二樣呢，就係循環神經網絡，處理序列數據，好似時間序列、文本。具有記憶能力，應用於機器翻譯、語音識別。第三樣呢，就係生成對抗網絡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由生成器 （generator） 同埋 discriminator 鑑別器對抗訓練。生成逼真數據，應用於生成圖像生成同埋係數據增強。喺生成網絡入邊呢， backpropagation 反向傳播係透過將誤差梯度反向傳遞至神經網絡嚟調整參數嘅核心算法。喺個圖入邊。譬如雙支比喻為製造偽鈔者，咁啊 D 呢，鑑別器呢，就係警察啦。第四樣呢，就係 Transformer， 基於自注意力機制 Self-Attention， 徹底改變自然語言處理 NLP 嘅領域。應用於 BERT、GPT 機器翻譯。喺 Transformer 入邊，佢點樣徹底改變自然語言處理 NLP 嘅領域啊？佢嘅核心創新在於自注意力機制 Self-Attention， 同埋完全基於神經網絡嘅序列建模，解決咗過去 RNN 啊或者 LSTM 嘅致命缺陷。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係核心 AI 嘅核心技術之一。NLP 令電腦明白同埋生成人類語言。佢係點樣嘅方法啊？第一，佢係通過呢個詞含入 word embedding， 將詞語轉換為詞向量 word vector， 計算向量嘅相似遠近程度嚟做統計，令到電腦讀明人類嘅語言。個方法就係俾電腦閱讀大量嘅文章，然後前後統計前後文嘅特性，慢慢咁樣學習出每一個詞彙嘅詞向量。佢係唔使任何嘅語言學嘅知識嘅。舉例說啦，傳統嘅符號學入邊呢，蝴蝶、瓢蟲同埋爬係三個唔同嘅詞彙，但係改成應用成向量思考呢，蝴蝶同埋瓢蟲嘅向量距離呢就比較近嘅。
蝴蝶同埋爬嘅向量距離呢就比較遠。隨住呢個訓練嘅文本越嚟越多呢，電腦可以自動調整各個詞彙嘅向量，解決訓練資料不足嘅問題，並且提升電腦嘅抽象化思想。第二步呢，就係利用 Transformer 神經網絡去提高文本生成同埋理解嘅能力。Transformer 廣泛應用於各種 NLP 任務，譬如係 ChatGPT 啊，或者係 BERT。Transformer 透過學習內容並且追逐序列元件之間嘅關係嚟做到呢一點。例如考慮呢個輸入序列，天空係乜嘢顏色㗎？Transformer 模型呢，就使用內部數學表示法嚟識別顏色、天空同埋藍色呢三個詞之間嘅相關性同埋關聯。佢使用呢個知識嚟產生輸出天空係藍色咁嘅。NLP 呢就有5大嘅應用範疇。第一呢，就係聊天機械人。喺個調查所得呢，80% 嘅受訪者呢都有採用聊天機械人，譬如係 ChatGPT 呢一樣嘢嘅，或者係 DeepSeek。第二樣呢，就係文件處理。AI 喺文件審查、分類、比對等嘅重複性工作上面呢係有優勢嘅，而且可以進一步咁樣分析。第三樣呢，就係情感分析，將詞彙量化，由此得知字句背後嘅情緒、意見或者意圖。咁係點樣利用 NLP 做情感分析啊？情感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 係 NLP 嘅經典應用，用於喺文本中自動識別情緒傾向。啲情緒係正面啦、負面啦，或者係中立咁樣。第四樣呢，就係文本生成 ，AI 能夠即時處理並且應用大量數據，常運用於媒體或者廣告業，譬如自動化新聞啊，機器不斷瀏覽唔同來源嘅新聞數據，並且迅速編寫文章。第五樣呢，就係智能助理，通過書面文字同埋聲音串聯，能夠同步記錄相關事宜。電腦視覺，佢嘅定義呢，就係可以俾電腦去睇嘢，模擬人類嘅視覺系統。佢嘅技術分層呢，就包括咗基礎層，影像分類，就識別物體嘅類別，將其分類，跟住呢，就到進階層，物件檢測 YOLO 算法識別呢影像嘅位置，應用於安全同埋監控，譬如你哋嘅 CCTV 系統。咁啊，另外呢，就係生成層 GANs， 頭先喺第9章 slide 已經講過啦，就係創建逼真嘅圖像。電腦視覺嘅應用呢，就包括咗人面識別啊，譬如係安全系統入邊嘅身份驗證技術，用於門禁或者係支付，譬如係支付寶嘅刷臉支付啊咁樣。另外一樣嘢呢，就係自動駕駛，車輛自動辨識周圍嘅環境，確保行駛安全。第三呢，就係零售 ，Amazon Go 無人商店呢，就係用動作識別去運作呢個無人售賣嘅系統。AI 嘅醫療同埋健康應用。
第一呢，就係疾病診斷 AI 輔助影像診斷，識別 X 光片或者 MRI 磁力共振入邊嘅影像嘅異常，幫助醫生做出準確判斷。譬如係阿里健康結節篩查系統啊，標注可疑嘅病灶啊，IBM 嘅 Watson 嘅腫瘤醫療建議啊咁樣。第二樣嘢呢，就係個人化嘅治療，就根據患者嘅基因組合制定量身訂製嘅治療計劃。譬如係 IBM Watson 分析癌症患者基因，提供靶向治療嘅建議。第三呢，就係藥物研發，譬如係 AlphaFold 預測蛋白質嘅結構，加速咗新藥嘅設計，譬如係抗新冠病毒嘅藥物啦咁樣。第四樣呢，就係手術機械人，美國達文西系統 Winson Surgical System 就已經係達到阿毫米級嘅精度啦。達文西手術系統係一個由美國醫療器材商設計同埋製造嘅，佢使用微創手術方式嚟協助進行複雜手術嘅機械人外科手術系統。該系統需要1名以上嘅外科醫生喺控制台嚟操作，用於前列腺嘅切除、心臟瓣嘅修復同埋消化道嘅等嘅手術。喺2007年，香港大學已經出錢，瑪利亞醫院設置咗香港第一部達文西機械臂手術系統。咁喺2018年呢，香港共有5間嘅公立系統呢，公立醫院呢係設置咗達文西機械手臂嘅。AI 係金融嘅應用。第一就係欺詐偵測啦，實時監控系統，譬如棒使用機器學習檢測異常交易。風險評估、信用評分模型 Lending Club 通過 AI 分析信用歷史，自動審批貸款。Ant Group 螞蟻集團嘅310模式，就3分鐘申請，1秒放款，零人工運行。第三樣呢，就係演算法交易。高頻交易，對沖基金利用 AI 捕捉毫秒級嘅市場機會。咁喺2023年呢，就有金融服務平台呢進行過一個實驗，就發現 AI ChatGPT 所揀選嘅投資組合呢，嗰啲表現呢係跑贏咗基金經理嘅。好啦。AI 喺娛樂方面嘅應用啦，推薦系統 Netflix 算法，根據呢個觀看電影嘅歷史呢，就推薦影片。Netflix 呢係一間起源於美國，喺世界各地提供網絡視訊點播嘅 OTT 服務公司。提供電影同埋電視節目嘅訂閱服務，利用網絡串流同埋美國郵政將媒體提供俾訂閱者。咁第二樣呢，就係內容生成 AI 就創造音樂、影片同埋文學作品，降低創作成本，擴展創意邊界。另外呢，就係數字人。虛擬偶像樂天依舉辦全息演唱會。2012年，上海創造咗幾位虛擬歌手 V-Singer， 其中一位叫樂天依。V-Singer 係透過3D 電腦動畫同埋合成語音呈現喺舞台出鏡嘅。咁喺2024年10月5日，虛擬偶像樂天依就喺上海靜安體育中心就舉辦咗個演唱會啦。
咁另外就有 Netflix 啦，係個人化嘅預告片嘅產生啦。AI 呢係有無限嘅可能嘅，係任由我哋去點樣去發揮嘅。AI 正係改變各行各業，但係呢，我哋一定要負責任咁樣去開發 AI，避免係呢個濫用 AI。譬如係一啲詐騙嘅，用 AI 嚟做詐騙啊，美國啊利用 AI 去打仗啊咁樣，呢啲都屬於係濫用嘅。咁如果係咁樣用法呢，會造成呢係毀滅人類嘅。咁點樣去負責任咁樣開發 AI 啊？其實開發者可以自己有啲自我查核嘅清單嘅，譬如係第一啦，你問下你自己，我個模型係咪經過 AI 跨文化、跨群體嘅測試啊？即係唔會有啲偏見啊嗰啲咁樣。咁第二呢，就係有冇提供俾 user 去有呢個拒絕使用 AI 嘅選項啊？有啲人係唔中意用 AI 㗎嘛，係咪？第三呢，就係有冇機制防止模型被濫用啊？譬如係深偽生成啊嗰種啊。第四呢，就係消耗能量係咪已經優化？大家都知 AI 呢係用好多電嘅，用好多能源嘅，必須係優化嗰個消耗嘅能量。第五呢，係咪定期更新嗰個風險評估報告啊？我哋要保持開發 AI 嘅透明度，Open source 呢係最好嘅。全球 AI 嘅競爭，咁網上呢有一個 AI ranking 嘅網頁呢，就定期發布呢個人工智能競爭力嘅報告嘅。佢由 AI 成果嘅發表量同埋世界排名嘅考察全球人工智能嘅競爭力。咁發覺呢，美國同埋中國呢係主要兩個競爭嘅對手。咁美國比較有名嘅 AI 產品呢，包括 ChatGPT， 呢個係由 OpenAI 出產嘅。另外呢，就係 Copilot， 就係 Microsoft 出嘅。Gemini Google 出嘅。Cut 等等。咁中國比較有名嘅產品呢，包括係 DeepSeek，文心一言就百度出嘅，元寶就係騰訊出嘅，通義千文就係阿里巴巴出嘅，豆包就係字節跳動出嘅。國際合作與挑戰，探討 AI 技術喺全球範圍入邊嘅合作同埋競爭，強調共同應對挑戰嘅必要性。競爭焦點包括咗半導體嘅技術，好似係 NVIDIA 嘅 GPU、量子計算機等。好啦，講下 AI 嘅倫理同埋挑戰啦。第一個挑戰呢，包括係演算法嘅偏見。問題係數據偏誤可能導致不公平嘅決策，影響弱勢群體。咁點樣解決啊？解決方案呢，就係多樣性嘅資料搜集，多樣性嘅資料集，確保訓練數據嘅多樣性，減少偏見嘅影響。演算法嘅審查，定期檢查同埋評估演算法嘅公平性，確保透明度。第二樣呢，就係就業嘅影響。AI 嘅自動化呢，會令
一部分嘅人失業。咁啊，解決方案呢，就係推出一啲再培訓嘅計劃，政府提供一啲 AI 技能課程，譬如好似德國嘅工業4.0嘅計劃，新職業嘅創造，發展 AI 相關嘅新職業，AI 訓練師啊，機械人維護工程師啊等等。另一個挑戰呢，就係資料私隱。個性化服務需要數據、資料收集同埋使用嘅邊界，如何保護個人私隱，防止濫用？解決方案呢，就係差分私隱，喺數據中添加噪音，以保護個人私隱，防止濫用。咩叫添加噪音啊？Noise addition 係一種透過人為引入嘅隨機擾動嚟優化模型表現或者保護私隱嘅技術，例如可以通過寫程式加入一啲 random 數字，如果係圖像數據就會隨機選擇像素點變為白點或者黑點。另一個解決方案呢，就係聯邦學習，喺不共享數據嘅情況下進行模型訓練，保護用戶資料。好啦，而家開始實戰操作啦。咁我哋呢，就去一個叫 AI 寫一首詩俾我哋，就去到呢個 DeepSeek 嗰度，就輸入一啲字。你是一個中國詩人，用繁體字寫一首五言詩，有關荷花。你輸入咗之後呢，佢就會出咗一段詩出嚟啦，就好快㗎啦嚇。南塘觀河，風定水文細，新河舉缺梁。露營千丈碧，霞染一群香。好啦，就係呢個就係叫 AI 寫一首詩出嚟啦。咁啊，第二個練習呢，就係叫 AI 畫圖啦。咁去到呢個 Bing Image Creator 呢，就叫佢打咗將一啲未來城市嘅圖像出嚟。去到呢度啦。咁啊，之前已經做咗啦。喺呢度輸入一啲未來城市嘅關鍵字，生成圖像，跟住再點擊 Create， 就會出現呢啲圖像㗎啦。每一幅圖呢都可以下載嘅。好啦，第三個練習呢就係叫 AI 作歌啦。咁啊，首先作詞就去到 POE 嗰個網頁呢，就輸入寫一首中國粵語校園民謠嘅歌詞，包括主歌1、主歌2、副歌3個部分，要求押韻，每句歌詞字數恰當。喺呢度啦，輸入咗呢個歌詞啊，咁佢又出咗一啲歌詞出嚟啦，就係校園民謠。主歌1，在操場上揮汗水，陽光下我們笑得醉，書本中藏着夢想，一起追逐那光芒。下邊仲有主歌2、副歌咁樣啊。咁啊，將呢啲歌詞呢，就 copy 咗佢。
copy selected text， 跟住呢就去到新勞嗰個網站就揀 custom， 就將呢啲歌詞呢就貼上去，貼上咁個 styles 嗰度呢，嗰個款式呢就可以打你中意嘅 style 啊。最好就用英文打，譬如係吉他啊、慢歌啊、warm 啊、溫暖啊，用女聲唱啊咁樣。咁之後呢，最後呢就點擊呢個 create 嘅 button， 咁佢好快就出咗2首歌出嚟㗎。我哋聽聽支歌啊。早就城市绯红水，阳光和我们笑得醉，书本中藏着梦想，以黑追逐那光芒，诸葛和课堂里分享点滴，友谊如歌永不息，百般伤画出未来，青春的路不会歪，副歌里的回忆唱，一同经历每个浪，心中永远有你旁，这份情谊不会忘。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課程呢就嚟到呢度啦，多謝收看啊！